叫阮老师拄甲无法度讲，无安尼啦，你搁去播一个我看卖啦，我遐你操人看出来无啦？阮老师讲起笑的啊，这都毋是咧开玩笑，哦，迄是三不五时的老师打拍掉咧，啊无早就忝起来，属实的，哎，哦，所以各位先生三不五好用无？真正三不五较好用，啊，介好是要有长着啦。吼，大家平平安安就好啦，毋通搁真正发生代志啊，甲咧用三不五时吼，拢相慢啊就对啦。所以从阮老师吼，从第4届开始，转迄个无死，吼，你就休息2、3个月了，吼，身体就较勇啦，吼，保养起码有7分一寡啊，因拢发一个台湾啊，啥物台湾？从此以后7分成3分完啦，就是讲7分要做手术啦。3分吼，还要顾家庭啦，叫做7分成3分完啦，吼，安尼就对啦，吼，所以了拢开始吼，等迄个无死了拢开工啦，真正拢开工啦，都看真心啦，咱就讲这个肉体吼是上天搁重用伊的，吼，所以咱说伊拢搁再生，嘿，20几岁啊尔咧，迄阵伊等迄20几岁尔，伊都开始出来讲易经，吼，所以易经做讲尔，吼，咱这毋是大家拢去想。迄一届学生拢100个人咧，拢毋是道中个人咧，拢是外口个人。啊，伊只要是消息放出去，哦，就有足侪人要来听伊讲易经个对啦。哦，所以嘛会当讲替咱道中吼，经过迄落啥做足侪啥迄个公关咧。伊即目前吼已经拍去到大陆啦，吼，嘛伫大陆吼申请迄落啥易经协会，吼，嘛伫咱台湾申请易经协会。哦，所以也是这个易经要讲到这个广布有缘人，因为中国大陆吼只迄啥歹办啦，所以就是用易经吼公会到迄边啦，上大家讲建设的，真正讲倒是感觉开放啦，是安怎的时阵吼，要真正吼要办就足简单的就对，所以各位先生，迄三宝的内容吼，足侪讲袂煞，所以咱是了解一下啦，咱的听众就是讲毋通吼，拢听对三宝的啥个妙用尔，咱着借着三宝，咱无发生代志时阵，平平安安的时阵，咱着爱逐工用三宝来做修持啦，安尼就对啦，第一个是叫迄黑关跳，迄个进入法门嘛，叫做通天跳，这咱逐个拢知，所以第一本吼要哪修持，咱来看，这是叫做易经的八卦。易经的八卦，所以田一，对义、离山、进属、顺我、坎六、应乾分别，各有一个咱看过。天卦就是代表1啦，兑卦的2啦，离卦的3啦，震卦的4啦，巽卦的5啦，坎卦的6，艮卦的7啦，坤卦的8啦。所以形态我一个是字啦，各位先生，这个是字。所以你啊看，即个易经的物件是伫6450当迄阵就有啊，人迄阵省着留即个物件落来，伊留落来，虽然看是个经，看你点起无，所以你啊看，咱人有啥，迄个有7孔8窍嘛，敢是1孔、2孔、3孔、4孔、5孔、6孔、7孔嘛，窍门着咱点虽然点迄个所在叫窍门嘛，对无？咱嘛有5关呢。一种就是天卦，天卦伊叫出6关，出6关就像咱的喙共款啦，会食个啦，会开出来啦，出6关啦，所以咱的喙叫做出6关啦。坎卦就代表耳仔，耳仔就是猜听关，猜听关啦。咱听着啥物物件好无？吸着啥物物件？听着人咧讲话，听着人咧演戏，听着人咧啥？人咧做啥？迄猜听官，离卦就是啥？就是目睭，所以咱的目睭就叫做啥？监察官，监察官啦。所以咱看物件，观察什么东西，所以离卦就代表这，坤卦咧叫做审判官，或叫做鼻仔就是审判官，咱鼻着这是会臭味啊，是拍咩是啥物味的，所以咱的目睭、咱的鼻仔、咱的喙、咱的耳仔，你叫做属官，搁有一个主宰官的，就是这十二卦上，这个十二卦上就是爱找真谛，所以易经八卦拢显出来啊，所以主宰官无显出来，
所以互我着调工嘛，画一个十字架，搁画一面个迄个主宰观。啊，真正北大中这是拢无画，互你家己去摸，家己去找迄个主宰观。所以搁以前咧，主啥物人去主宰咱？啥物人去主宰你个肉体啦？互我问咱啦各位姐姐，互我去拜了足侪人拢问互我一个问题啦，讲啥物叫做道啦？各位姐姐，啥物叫道？咱浅显讲看嘛，啥物叫道？自然就是道啦，自信的啦，自然就是道啦，行为就是道啦，毋过咱若去大约讲安尼可能听无啥有啦，所以我建议各位咱若去大约因为咱这点文书啦是前日因啦，拢足侪拢走去大约都开放的啦，大约人因无神论，因迄阵迄个批孔扬起，所以因无神论啦。你讲咱人有灵魂世间有神有鬼他们不相信真的不相信所以互我去你若问这个问题我拢会直接甲讲，道就是你的灵魂各位先生，道就是咱的灵魂就是咱的灵性安尼啦，各位先生，是安讲道就是咱的灵魂，咱的灵性，因为咱的灵魂有分三条魂，咱的灵魂一条身魂，一条根魂，有一条灵魂，所以咱人有三魂七魄，身魂、结魂、灵魂，所以咱人有三条灵魂，叫做三魂合一。伊还未成灵魂的时阵，伊叫做中阴身，中阴身。中阴身伊就都要找有眼的。所以有伊也找有眼的时阵伊就投入妈妈的腹肚内所以因妈妈怀孕的时阵伊的生魂就走入一条灵魂走入走入了伊就伫遐大伫遐对不对？伫1个月到10个月，差不多6个月、7个月囡仔伊就目睭、耳有鼻有喙有喙齿足明显的本来是一点点仔尔到6个月时阵迄个啥？百官有官百害拢走出来了对啦。毋过迄阵有喙毋免食，有耳个目睭毋免看，有鼻毋免漱开，有耳毋免听，所以是安那呢？因为迄阵叫做生魂，生魂做主宰，所以就大，伊免食才会大，因为伊的财大靠妈妈的财大吸妈妈的啥的营养，伊就是大。大10个月，10个月，10个月本来伊的头是伫顶面的，叫做乾坤立位，囡仔的头是乾坤伫头啦，所以伊的目睭就头是伫顶面，骹是伫下底，囡仔准备要出来的时阵乾坤爱换位乾坤爱调位所以头爱伫下底骹爱伫顶面所以妈妈生出来。生出来了甲魂甲灵魂就飘者走入伊血管伫血管走入去，伫伊的主宰管走入走入了才会包着所以咱拢无看走入了迄啥医生就一直拍尻川，伊就换一个，是要迄个换一个，因为先天的气长后天的气接落了有输过去伊迄阵目睭就爱看。鼻爱漱气嘴爱食，耳爱听，无伊活袂落去所以甲魂甲灵魂走落了这个囡仔换一个后天气接落了2条灵魂搁3条灵魂合一，伫咱天管遮，这个囡仔饲会活。伊后天气接无落的，面路变乌去，这个囡仔饲会活。所以较早啦，做者讲囡仔夭折就是安尼，气接无落去。无灵就无斗无落去，安尼所以你会看过前前，主宰观就是代表咱灵性所大的所在。即咱平时记家记这种是讲你的灵性住伫遮啦。你嘛搁去外口袂找啦。咱修道就修即个性呢，修即个灵性呢。要互咱的灵魂百岁年后一往西往极乐世界呢。所以你要看咱求得大殊胜。
地府求名，天堂看路，一定爱讲得足清楚的啊。你要相信嘛是安尼，唔相信嘛是安尼，事实嘛是安尼。所以咧，互我去大陆拢会讲，咱咧道就是上灵，迄个啥，就是灵魂啦。所以各位兄弟，灵魂是就看袂到、摸袂到，听袂到。真正我摕出来，你嘛看无，我嘛摕袂出来。大陆人伊无相信灵魂即个物件啦，互我伊无相信，拢爱讲伊会相信啦。大家做参考啦，我是拢安尼讲的啦。我就拢会问讲啥物浅显啦？你敢捌看人往生诶？像咱阿公啦，还是阿祖啦，还是啥物人往生去啊？倒去太袂紧动，各位亲戚。往生诶人咱拢捌看嘛，对不对？伊就有头嘛，有骹嘛，有手，太倒去无爱紧动，为什么？心是伊诶灵魂离开诶肉体啊，是毋是咧？所以咱有一句话嘛，讲即个人过身啊，太叫做过身，因为伊诶肉体离开伊诶灵魂离开伊诶肉体嘛，所以灵魂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叫做过身啦。所以若讲即人过身啦，讲即人死歹听，讲即人过身啦。所以你看古早人落地，伊就直接就讲出来。所以你若把咱灵魂过身了，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啊。即个灵魂若离开即个肉体咧，即个肉体就无路用啊。毋免几工人来看看咧，毋是用烧的，无就用大的来处理掉啊，是不是这样子？即个肉体就烂去啊，无就去互火烧，烧到出骨头啊。所以现在才讲咱即个肉体是假体，咱的灵性，咱的灵魂是真体，所以毋只叫咱讲一定爱认真咧，毋通叫做真假，所以各位亲戚，咱人真正有灵魂即件代志，虽然无法度无法度互咱看到，无法度互咱听到，无法度互咱摸到，毋过伊真正就是主宰咱的，所以叫做主宰权。咱的灵体伫内底咱主宰咱所有即个身体的活动。你的讲话就是你灵魂的主宰。你的写字，你的食饭，你的走去困，你的去看无爱，你的去运动，你的做啥物一切，就是你的灵性伫你的肉体内底去主宰你即个肉体。所以各位亲戚，较早咱古早时代咧讲三过拢安讲，迄就像一台车。迄台车就像咱的肉体，司机爬去甲开落，向前的向前，退后就退后，正弯就正弯，倒弯就倒弯，太厉害。无迄个司机爬去即台车像咱的肉体共款是无路用的。所以台车的灵魂是啥？迄个司机，敢是安尼？所以车嘛有灵魂的。咱咧手机各位亲戚手机手机摕来无无路用啦。手机就像咱的肉体共款啦。毋过你即个晶片接落好好用呢。要卡去到美国就美国，要去卡去到大陆就大陆，要卡去到倒拢全好用呢，各位亲戚。所以你手机是迄个晶片，就是迄支手机的灵魂。无迄个晶片手机拢无路用啦。搁互你迄个 Apple 的啦一台要3、4万块的人就无头。所以迄个晶片较是厉害就对啦。你看咱电脑嘛是啊。咱电脑装就较会转啦，因为电倒落啊，无电电脑按伊嘛袂转，所以电脑的灵魂是啥？就是电。所以万事万物拢就是安尼啊。过一年咱较早捌看迄个黄俊雄报地游的，你看变点着走来走去，报地鱼是假嘞。这个查头仔叫的咧，太遐厉害咧，我走来走去，就黄俊雄伊支手来拢就好，看要飞要走要拍气功，要安怎就拢有法度。所以黄俊雄迄支手是报地仔个灵魂。所以各位兄弟，咱真正就是个灵魂在做咱的主宰，叫做主宰官。当然你总伫咱现官桥，民俗一致乡。所以各位兄弟，咱这100公里前啦咱要听这个道理，保证无当听。因为什么？因为道无公开啊。民俗无来一致啊。过来讲较济，你嘛毋知咱的灵魂住伫倒。较济安尼。咱即个道公开啊。迄个啥上天慈悲，普遍咱一个啥有借分化，所以咧上
大刀降落来，咱今仔较会拄着大刀呢？咱较早咧讲哦，原来咱有灵性呢，咱有一个本体呢，咱的灵魂住伫倒呢，一定爱讲较足清楚的呢。所以咱等下咧讲第一关要哪修持，就是伫玄关才开始修持，所以叫真人静坐啦，好，这种修持叫做三合院。咱古早人咱这起三合院伊就食到天机啊咧，你敢知影？伊一定这天机拢写出来安尼，咱看无。咱古早厝的宫有无？宫遮，宫遮是毋是叫做正门？正门绝对无咧大人的啦，是毋是安尼？咱这个厝拢是起安尼嘛，较早的古早厝拢是叫做三合院。正门安那袂使大人，正门一定大咱的啥佛祖餐啊，无拜公妈，无看咱信啥物迄个观世菩萨，遐就迄个菩萨观世菩萨的迄个佛祖餐啊。是安尼，咱厝里若有人往生，一定去壁大厅，离正门出去，安尼，太袂爱离大厅，转到大厅，伊嘛就是叫咱离正门出去啊，爱阵闻得着道，咱毋知影这个意思，咱今仔得着道啊，对咧看，原来就是拢讲这天机就对啦，所以个前的了看，咱迄落啥大厅拢就是佛祖餐啊。即间宫迄个大厅绝对袂使大人，迄个咱即间厝的人拢住伫倒，大厅边较服侍咱的思维，是毋是都安尼？古早时代就是安尼，包括即嘛是安尼啊。好，咱人中即个中迄个大厅袂使大，拢住伫倒，遮就是房间，即两间，边啊，所以有龙虎汤，所以各位姐妹，大厅一只啦。龙虎汤就是咱的目睭啦，敢看有？所以叫做房间嘛，房间就是咱天房嘛，叫做房间嘛，所以大房二房嘛，出来嘞，即个啥？即两抓嘞，即两抓叫做春秋，古早厝叫做春秋，春秋一倒，我比互咱看啦，你叫春秋啦？春秋。尼一个三合院，是不是嘛？大厅一只，房间一只，来三房、四房、五房、六房、七房、八房，安尼一个三合院。所以你看古早时代人咧，拢一定讲甲足好个咧。迄是咱无求着道毋捌即个道理。足侪求着道的嘛，毋知影即个道理。即个尤其即个人起厝，拢无照即个天数落起啊，拢起迄落啥？起迄落罗中楼啦，无起换厝啦，无就起迄落啥，一寡即个厝拢无迄个土地，互你起迄个三合院啦。所以真咧看着三合院足难的就对。毋过咱即代你阁看会到的啦。有可能啊，阁落迄代啥物叫三合院，伊嘛毋知影啥物意思，嘛毋捌看就对啦好，即就是要来讲，各位姐姐，咱民俗意志是伫点着去玄关，这叫做玄关。咱的主性分毋是伫玄关，是伫遮，敢知影？咱这是玄关，玄关入去，所以叫做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一个玄，你要搁入去找内底迄个玄，就是倒，就是咱的头壳中心点，头的中心点，咱这个头的中心点。这叫中医师伊遐叫做做松果体啊，就是这点这点就是灵魂所在的所在就是你的主宰几落啥，主宰管的点这点你敢知影偌厉害？这点绝对袂使动刀，袂使洗钉啊、洗粒啊、洗啥拢袂使，遐就是袂使互你动着这个人跳起来，因为遐是灵魂的主宰管，所以足侪人讲，你着爱修贤。各位前年咱拢安怎修行？拢目睭掉的，拢修这个点对不对？其实毋是安尼是用你的意识咧想你的中心点，拢用想的，想这个中心点，安尼叫做修贤。毋是讲我目睭掉中来，修这个玄关不是这样子你即摆讲掉目睭来修这个玄关你目睭袂深，袂持久。所以咱咧修这个法门拢是用想的尔，所以叫修道修心嘛。
啊，心是啥？心叫做心念，就是用你的心去想迄件代志，你的心念拢守伫你的现观，嘿，啊叫做修道修心。哦，啊，咱一定爱守好着，你防守唔着。哦，什叫贤之又贤，重要之文。我讲一个较短，咱若去新湾山有无？车停好啊，头前是一个牌路。迄个牌路就是咱的玄关啦，就是遮啦。啊，你要去看迄落拜弥勒佛，你是毋爱搁伫玄关里行就到了大殿，是安尼。啊，所以行到大殿，佛就是一只啦，佛一只啦，毋是一只啦，这是门口，这是牌路尔啦。你爱行就到弥勒祖师遐啦，安尼啦。哦，啊，咱共款，咱即个肉店嘛是共款哦。下面出来拍开了，即个玄关门拍开啊，所以搁来暗咧，无暗咧袂使啊，无你的灵体啊走去，你肉体就无路用啊。哎，所以咱第一关第一样就叫做啥？借机见鬼，吼，找着咱的珍珠啦。吼，咱是讲啊，迄个月亮伫遐啦，过前天月亮绝对毋是伫我的手嘛，是伫遐嘛。借民书一支手来点开玄关箧，互你搁进去，入你松果体遐找着你的珍珠啦。吼，啊，你讲要安找，就用你的念头守伫迄个松果体遐安尼对啦。守伫咱的头部的中心点，安尼，吼，啊免啊守，念头拢啊放伫遐，所在那边，啊你叫做真人静坐，过前日咱大家要听过，真人静坐啦，吼，啊迄个护法的习惯吼，都献好了吼，啊就看要坐伫这个椅啊嘛无要紧，吼，啊咱若抱摕迄个抱团吼，坐伫抱团嘛无要紧，啊你徛咧嘛无要紧。哎，就反正你看你较安那较舒服吼，啊你就干那坐慢点。啊会记哩，真人静坐吼，毋茫坐伤久，坐20分就好一工啦。吼，你讲吼，这足赞的咧，这会当互咱超脱生死，会当安怎吼？哎，吼，你做认真一工坐2点钟，坐3点钟，各位前提毋茫安尼做。哎，你敢知是安怎？啊，这个三不行啊，这正好诶，这八只落四位咱才会当。毋过就是借公王佛来交代，一工做20分钟就好啊，毋通做上久。嘿，吼，啊，互我诶习惯吼，是拢坐伫迄落拜点仔尔，吼，咱无迄个买拜点仔，吼，啊，就坐伫遐，吼，啊，迄落骹吼会当单盘，啊，嘛会当双盘啦。哦，啊，像咱这轮椅拢用单盘尔啦，吼，骹较袂伤着啦。啊，双盘轮椅骹拢爱倒排啦，吼，啊，不管你安怎坐，就坐好好，吼，啊，用骨吼爱用正，用骨吼爱正，唔爱咕咕，吼，咱用骨若正，伊气袂顺啦，吼，啊是讲咱坐吼，坐伫即个椅仔顶，你毋通摕面，要落椅仔椅背，你就坐好正咧，吼，啊，坐好正了吼，规身躯拢放互轻松。嘿，啊放互轻松了吼，爬落像用三宝共款，目睭闭袂起分开，指若上强，吼手抱合动共款，拢共款。咱的念头拢啊守伫咱迄落啥，咱的遮讲的松果体，吼，就是咱的玄关内玄啦，毋是外玄啦，守伫咱的内玄遐守咧，啊拢上迄点就好啦。嘿，安尼叫做真人静坐，吼，这是三宝习惯咯。吼，毋知各位先生，大家摆人听过人去讲这啦，吼，啊，因为伊只是讲要讲三宝习惯啦，啊，三宝习惯就是安尼咧修啦，就是拢你守伫迄个内个迄个松果体迄个点，啊，伫遐守诶，嘿，啊，拢想迄个点摆就好啊，摆会互上，吼，啊，伫遐想迄点就是安尼，啊，叫真人静坐，吼，伊肉体咧静坐，啊，你的心嘛咧静坐，吼，啊，你功力会愈来愈好哦，嘿，啥物功力？就是你的灵感会特别敏锐啦，嘿，人还袂知的，你拢会先知啦。吼，就是你会有迄落啥，迄落你的松果体吼，你的珍珠人吼会出来做主啦。吼，所以你看工课啊，孔子甲讲啊，规日不思，嘿，无下咧你毋通去看，无下咧你毋通去讲，无下咧你毋通去听，无下咧你迄所在你毋通去，吼，先来交代安尼。吼，啊，要安尼有法度做干呢？就是你真人静坐了，你用珠啦控制你啦，管辖你的目睭、你的鼻仔、你的喙、你的耳仔，安尼，伊就袂去乌白看，袂去乌白做代志啦，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就用即珍珠啦控制你的啥五官百骸，吼，啊，所以会记哩守好着，
修学到吼。好，啊，这是第一招啊吼，就是真人静坐，吼，迄个用三宝了，念头修持咱的内玄，吼，安尼。所以咧，咱第一步吼，足侪前辈者拢这拢有讲过啊，吼，啊，咱复习一下啦，吼。所以各位前提，咱是甲讲即首诗，指定那永观自在，别莲台上现如来。吼，啊，所以中就是包括着观世音菩萨的菜啊，对不对？吼，啊，所以你也看这帮吼，就是咧讲咱的玄关桥的重要性。观世音就是遮啦，吼，啊，所以指定啦吼，伊就是咧来讲啥？指定啦吼，指定啦就是咧讲遮啦，就是讲咱的爸爸啦。吼，啊，所以各位前提，伊就是咱一个头安尼嘛。吼，指定啦，就是咱咧白白安尼共款，吼，这叫做指定啦。所以以前咧讲啥？讲怀的，怀的，吼，啊，迄个观自在，遐带一个观世音菩萨，就是咱的灵体的观世音菩萨灵体拢是共款的啦。吼，啊，白莲台上现如来咧，各位前提，白莲是倒？这个是白莲啦，白莲咧做吼，顶面有无？伊个台上嘛，各位前提，这是台。吼，所以别人做顶面遮，伊是咧讲底咧，所以拄我讲一个怀，一个底咧，拄我变一个是二个，所以叫做现如来，咱这一个如来本性就是一遮呢，啊，所以这一个是二个一直讲啊足清楚诶，啊，所以你来看，孔子嘛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个人行做伙，一定有一个我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毋是咱的老师，是咱的自性，咱的本性。啊，这三个，各位前提，你注意看，只一个歹人嘛，目睭是恶人啊，咱目睭做恶人呢，你敢知影？看到啥吼，就要比呢；看到好个，就是要贪呢；看到小者可惜啊，吼，敢是安尼。所以咱个目睭做恶人。所以一个歹人，有无？这个歹人是遮，这个歹人嘛是遮，遮一个真主人、真正的人是遮。所以三个人有一个我的真人，所以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各位前提，你要看。人迄较早圣人拢讲较足清楚的呢。孔子嘛讲，随灵春，亦不由乎，何莫忧师道也啦。讲啥物人吼，安怎伊的灵魂吼，一定要有一个出日头啦，爱伫遐入去，爱搁伫遐出来啦。啊，所以各位前提会记哩咯。我开始也是讲，咱人有三条灵魂，一条生魂是慢慢巴肚内，咱就投入去啊。吼，啊。甲魂甲灵魂吼生出来了后，佮走入咱的玄关，三魂合做伙，对不对？吼，啊，着伫玄关走入啊，啊，守伫迄个啥，咱的中心点遐，啊，会记哩百岁以后，吼，蛇出不能吐嘛，吼，不由不还，即个玄关叫做门户，啊，所以伫遐走入，会记，啊，佮伫遐走出来，这个重点。哦，你若讲咱百岁以后吼，迄阵啊，出尾啊一口气啊，咱无求着道的人吼，伊会紧张，吼，啊会紧张着乌白做，就像一间厝安尼啦，一间厝吼，比如讲一间厝，你伫内底啊，拄好过时啊，过节的，你毋知影门口一块叫乌白做呢？乌白做就装伫啥？窗仔门厝啊，窗边迄个通边迄个旁门厝的乌白做，乌白做，哦，啊，咱坐遮嘛是共款咯。咱嘛要百岁以后，最后一口气吼，哇！你无求着乌白做，我装伫目睭出去，装伫鼻仔出去，装伫喙出去，从耳仔出去，啊无装伫做肚内出去，啊无装伫面弯中出去，啊搁有连连装鼻仔出去，叫是啥？装伫目睭出去吼，目睭会长迄个啥？开叫做四月四百无缘客。真正过前咱捌看过人乌青，你就知影目睭开到四百无缘客。啊，就是个灵魂走伫目睭出去啊！啊，灵魂若走伫目睭出去安怎？出去做鸟啊，鸡啊，哦，而且你也相信，你莫鸟啊，目睭有光无？哦，飞伫天空顶呢，我看着伊啊，飘一个加落去啊！啊，那遐厉害，伊目睭足厉害的，啊，出迄个装伫鼻仔出去咧，咱这个鼻仔会夹夹，安尼夹夹就对啦。迄心中人会出去做啥？出去做狗野啦、蠓虫啦，各位前提你也毋相信哦。你凊彩一个汤仔等大遐，你拢毋免去遐广告，讲迄个狗野较紧的，这一个汤仔你来跟拢毋免大倒好好，这绝对迄个汤迄个啥狗野咧跟迄个汤仔。
是毋是咧？太压力啊，伊个鼻啊做厉害对啊。啊，伫喙出去吼，迄个往生个啊，伊喙开开，哎，伊的灵魂走伫遮，所以伊喙就开开啊。吼，爱做这做啥？做鱼下水准，鱼啊，所以过前咧，你看鱼啊是大家是讲较啥咧？你开伊嘛，搁做甲伊过去啊，跳去啊，你就袂啊。所以灵魂伫喙出去出去做鱼的水准啊。灵魂啊，离鱼仔出去的，这鱼仔先倒转。所以伊投胎转世做啥？做狗啊，做牛，做马。所以过前咧，了狗啊，迄鱼较有来无？迄也听着主人的声伊尾仔摇来甲摇，甲足欢喜的咧。听着是主人的声，就甲直飞。所以过前咧，一空、两空、三空、四空，这拢歹空，啊。因为目睭会流目屎嘛，鼻仔会流鼻水嘛，喙个水上嘛，耳孔有耳屎嘛，对不对？这拢阴的，所以纯阳之体就是现官叫做啥？正阳法门。所以咱的灵体落大，迄是上清气的所在。有的人装日落去，装伫道在出去，道在有哪走出咧？咱的灵魂有哪走去道在出去咯？这会烧。伫道在走出去做啥？做人。这种人较歹命啦，艰苦人，无趁无人食的，就像我安尼，苦到要死安尼，若无人食，安尼就对啦。有一种人走伫倒，走伫泥丸宫，所以古早的师道人，因就是咧修啥？修讲因的灵魂要伫泥丸宫出去，因就当做佛啊。毋过真正我要做佛就无法度，因为只要出去嘛是出去做人，出去做人做啥物人？富贵人，好命人，免趁安那。甲金汤匙啊来就对啦，所以叫做一生、两生、三生、四生，叫做四生加这两道，叫做四生六道。所以咱四生六道就是百岁年后最后一口气，看你灵魂这道出就知影。所以这四生六道拢无好，无要安怎会记伫这个现官桥出去，因为咱是一只流去的，倒仔直接搁出去，所以叫做问候。了解互我讲到这足侪真正咧问候我啦，讲敢师啊，像你安尼讲我也无注意咯，装伊目睭喙要安怎啦？各位你得担心安尼咧，因为咱迄阵拢无意识啊，敢是安尼话啊看白了，叫讲也是安怎倒了，可能5担10担嘛咧倒，后尾叫伊迄阵我才会知影我的灵魂要变倒出去啊，所以互我头来讲，就是讲咱爱常常做真人静坐。你个拢爱修伫迄个中国底遐修学惯势，敢知？修学惯势了百岁年后，你的灵变出自然就直接出去啊啦。你茫一个念头拢烧啥？烧这个喙要食啥食好的啦要食甜的啦，要食香的啦，要食好食。你的念头拢收伫遮到尾你的灵魂拢伫喙里出去啦，我袂骗咧。因为你全部收伫喙里啦。你拢念头拢收伫目睭，爱看迄好看的看有诶无诶惨诶你念头拢收伫遮百岁年后，你的灵魂就伫目睭厝里呢。所以会记真人静坐，拢爱收伫你的现观。收久了习惯了，各位先生，咱百岁年后，你拢毋免烦恼，你的灵体做自然伫现观就出去。伫现观出去，较要好做，一往西方就落世界遐报道，安尼有赞无？你也无定定守守着空去，我就起了了。所以咱古早人讲一句话啦好空的斗相报啦，是毋是拢讲安尼？倒一空上好空，一空上好空啦，六空拢歹空啦。大家歹斗面这个人有够歹空，安尼咧。无比人你最近咧无用啥？有好空你就斗报咧。有影古早人讲这拢真理呢，一空上好空啦，透倒一空上好空。好，所以这就是啥？指定中观自在啦所以以儒家来讲这个所在叫做生五门死五号啦。以大学来讲，这个点叫做至善地啦，叫做明德啦。伊拢去讲这个所以咱若求道的人你注意看五教圣人的经典，你就一看你就知影。你就讲伊这是到底在写啥？伊这到底是咧讲啥？所以各位先生，咱有幸福无？咱若无求了大道，咱要看经典，保证你看无啦。毋
毋知迄个写啥。啊，咱个求道是袂足清楚个，生5门啊，死5号啊。我的灵魂就是这道理啊，就是爱死了，爱就即个门户出去啊，还是不了解啊。啊，这个所在叫至善地上善的孙杨之体，嘿，无这啥，毋是目睭鼻仔喙这拢有歹的，所以阴的，哎，啊，所以叫做至善，吼，比善更较善叫做至善，吼，清气更较清气啊，就对啦吼。啊，大家叫在明德。嘿，讲你爱明白你的现观巧，明白了你的自信，你爱知影，吼啊，所以你毋知我都知迄落哪，大学之道在明德嘛，吼，在自由至善嘛，吼啊，所以你甲我都啥，后壁的三大条甲做会到，八大功夫甲做会去，吼啊，佛家来讲灵山塔，寸那个方寸宝殿，你拢讲这，啥叫灵山塔？佛在灵山国关境啦。灵山自在立心头啦，人人有道灵山塔，好用灵山塔修行中咧。啊，伊咧讲啥？讲甲足清楚个呀。啥物叫做灵佛在灵山？伊讲咱个灵性就是伫啥？就是伫灵山嘛。啊，啥物叫灵山？啊，灵山就是灵魂所住的山啊，是叫做灵山，灵魂住的山嘛。嘿，啊，灵山一倒，佛在灵山国关桥啊，灵山只在你心头啊，心头啊。啥叫心头？搁浅浅，咱个头壳中心叫做心头，头的心，是毋是读写条大咧？头的心遐叫心头，啊，有清楚无？所以咱咧信念本哦，早拢熟路天起来讲甲足清楚，只是咱无智慧去啊无到遐安尼尔。哦，到心头啊，啊心头就是头壳中心啊，就是我头讲迄个点啦，嘿，哦啊，所以叫做灵山塔，就是灵魂住喺山迄个塔，就是遮，叫做方寸宝殿，这多一寸，一寸安尼，一寸一寸，哦，啊道家咧叫做显品之门，叫做显观，显品之门是为天地经，哦，就这经内底拢讲到有够好势啊，嘿，啥叫显？各位姐姐，你主要看字字啦吼。咱中国字就是象形文字。各位姐姐，你伫遐看字字，那看吼，看慢人行。你有感觉字字吼，就好像一个人的侧边有无？吼，画出来，这就是片啊，伊只一点无啊字安尼，啊，这就是咱的水的道，有是无？吼，你只个看字字咧，咱的象形文字啊，吼。啊，所以哦，这点就是伫迄关这点，所以叫贤之又贤呐，有够贤的啦。啊，有贤就是讲袂出来啊，你家己去体悟啦，安尼就对啦，叫做贤呐。所以叫做贤品之文，哦，贤品就是边边啦，伊的重点叫做贤品之文啦，就这两个片仔的重点叫做贤品之文啦。哦，啊，简单讲叫做贤观啦，所以各位前面什么叫贤观？咱一个好好是叫做玄关，吼，有一个所在叫做玄关，啊，你玄关就即间校上重要的所在叫做玄关，哎，啊，所以咧校长啦，一定住伫玄关的啦，吼，啊无迄个教务主任啦，啥物主任一定住伫玄关的啦，吼，啊，所以各位前面你会记无？咱读国中啦、国小啦，吼，啊，啥物代志？哦，某某人来玄关报道，吼，是毋是安尼？啊，所以一间校上界重要就是玄关，咱一个身份上界重要就是玄关，啊，玄关就是名书一记家，哦，啊，咱若无求道的，毋知影啥叫玄关啦，嘿，啊，嘛毋知讲这就是啥，迄个西五门四五号啦，吼，拢毋知啦吼，所以显品之文是为天地经，所以这个显品之文吼，就是头甲通天甲地，嘿，啊，无天地的迄个进程当中，咱就有这个显品之文啊。嘿，所以叫做啥？写了显品之文是为天地经啦吼。啊，回到咧，叫做回味之地，有无？啊，咱回味之地，各位前面，吼，咱是伫读这话安尼，吼，这是叫做啥？这就是一个会嘛，敢是安尼？这就是一个会嘛。啊，这嘛是一个会嘛，吼，回家的会嘛，吼。啊，所以讲叫做回味之地，嘿。嘛是咧讲即个空，咱大个喙，迄个大个面只，迄个一个大个喙，迄个空，
这民俗意志啊，这是细康，你个回回之地，嘛是咧讲中心点就对啊。啊，耶稣圣人来讲十字架，吼，十字架，这一个十字架，吼啊，所以十字架上去找真形，嘿，毋是拜一个人咧，毋是拜一个铁啊，毋是拜一个蛇啊，拢毋是迄啦，迄拢是假象，真正十字架才就是遮。所以耶稣圣人大个道理讲，恁着爱去十字架上较会当找着你的本心，找着你的真主啦，吼，啊，所以讲到遮，互我去想一句话啦，吼，嘿。迄个耶稣有讲一句话啊，讲信我者得永生啊。各位姐妹，咱对这句话有啥物意？迄个议题无？哦，拢在信耶稣呢，较会当得永生呢。哦，安尼耶稣是做外口的，咱耶稣圣人毋是咧意思啦。说圣人讲话一定拢做折皮的啦。讲信我者得永生嘛，对不对？哦，好啊，现在咱就较了解吼。哦，信我者得永生啊！咁样呢？哦，咱讲哦，哎呀，说圣人做，迄个做夸大的，人，我先跟你讲哦，伊讲信即个真我啦，我就是毋是耶稣圣人啦，信我是个我，就是咱的真我啦。你若去找着你的真我，你若相信你有一个真我，你就咱找着永生啦。咱安尼是讲我足水啊？迄是咱家己袂晓去体悟。嘿，啊，袂了解即句话的含义，啊，就讲好，我得了这个呐，拢在信耶稣，较当得永生，啊，信佛教袂当得永生，吼，但无迄个意思就对啦，吼，啊，所以咱大概来了解一下，吼。好，这首诗吼真好，这首诗嘛咧讲玄关，叫做下正阴阳动啊，上接无极天呐，两旁悬日月啊，中间透泥丸啊。哦，啊，所以腰长8字带啊，哦，谢谢。万法会显观呐，各位姐妹，这句诗吼是足久的诗啊。迄阵大德还未传的时阵，咱就这出诗啊，就是开悟的人写出来，互你去吹。哎，啊，迄阵嘛天不给不一样嘛，无名术传互你啊，啊，所以因就悟着了，伊就写出来，啊，拢用这个字句吼来做印证。吼，啊，你看各位姐妹，下正阴阳动。就是咱的玄关倒来吼，哎，有哪有一个阴阳洞，阴阳洞就是迄个啥鼻孔啦，咱鼻孔无两孔，吼，阴与阳，哦，所以阴与阳亲伫倒啊，哦，啊上接无极天，无极天就是离幻中，啊两旁悬日月，咱玄关的边仔拄啊两粒目睭，各位一个，咱的目睭一个较大粒，一个较细粒的，你敢要相信？咱的目睭无白大粒的，你也毋相信，你等下好啊看卖。嘿，有一个较大粒，有一个较细粒，真正是安尼，叫阴与阳啊。吼，啊，所以话讲边仔吼有一个日，一个月啦。吼，啊，所以咱叫做龙虎嘛，一只龙一只虎嘛，叫龙虎汤嘛。吼，中间透泥丸，中吼透啥？透泥丸中，腰系8字带，腰吼，这腰就是透这个八字带，有无？咱这是一个8字带。吼，万法会显观，所有的万法拢伫玄关见出来。所以即句诗就是讲玄关啦，简单就是安尼就对啦。哦，啊，你看咱若无受流水意志了，要太有法度去了解这个道理啊，没办法去了解。所以各位亲爱，咱爱足庆幸、足欢喜、足感恩啊，会当受流水意志啦吼。好，好，啊，所以这个话要来讲，身为天地地主，就爱以三宝修持作为修持的法门。这就是上界根本、上界直接、上界简单的修行方法。所以毋通去啥，毋通小看咱点啊，虽然点一指，这一指就是啥，叫做受记、受记啊，吼，是名明心，嘛指点咱大家找着咱真主啦。所以点为生死的窍门，毋通啥轻视啦。所以各位姐姐，你敢知咱这世人是咱一定爱受明水指，叫做受记啦。吼，咱今仔无受明的水指哦，你家己去修，你去练安怎有哪会修道哦？各位姐妹，吼，咱袂当别一个单位哦，别一个宗教啊，恁这修袂成啊，袂使安尼讲哦。咱佛教的伊无受明水指嘛，修成正果啊。吼，教的啥教的嘛是有可能，因为我们嘛当修成正果哦。
各位先生，毋过关迄一道，伊已经人生见成转去啊，毋过伊无受记，对不起，袂当入去，安叫受记啊，了解无？啊，袂当转去，袂当转去人天门。哎，为什么？因为要进去人天门，爱啥？爱三宝对境啊。吼，伊无受记，无受记，伊毋知啥叫三宝啊。虽然伊有开门，伊会当转去人天门啊，伊就袂当进去啊。各位先生，安尼咱点都有重要无？哎，足重要的哦。所以各位先生，爱赶紧去度人啦，尤其咱的亲情、咱的朋友啦、咱的囡仔、咱的孙啊，一定爱互赶紧来求道啦。吼，你讲安怎？各位先生，咱求道啦，第一求甲天堂转去啊，对不对？咱拢转去天堂啊哦。哎，你讲啊，恁囝佫无求道，佫走去地府去；恁孙仔无求道，佫走去地府去，你敢袂艰苦？敢是安尼？尤其咱的爸爸妈妈，啊啦也无求道，啊啦，都走去地府去。哎，啊你伫天堂咧，看恁这亲人都走去地府去，你心袂艰苦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上界基本的啦吼，咱爸爸妈妈、咱的后生祖囝、咱的孙仔，拢爱赶紧来求道啦。即个咧，吼啊求道叫做啥？受记。吼啊受求道了后，咱甲用心过来实践啊，迄个啥？好好修行的话，各位先生，咱去到人天门，咱就受记啊，咱知影三宝成佛啊，咱会当入去人天门过得来。哎，吼啊，所以这是这个法本吼，甲咱讲这三宝受记足简单的、足直接的。大家一定爱做就对啦吼。所以讲有志以道者，以修行功夫为修行的基础啦吼。所以修行功夫毋是指伫迄个打坐啦、禅定啦、语言，伫迄个行住坐卧当中，常常收束身心，粗粮污简，意修闲观，念念不离离相生，把心修得来闲观，安尼就袂起啥起妄念甲妄心甲邪念啦。吼，啊，所以要安怎修？就是菩萨读册安尼讲，嘿，你要坐伫这椅啊，好，坐伫菩萨好，用行的嘛好，叫做行住坐卧拢轻好啊做。啊，变做，就是你的念头啊，修伫你的内心遐修好势，安尼就叫做修行的功夫就对啦。嘿，安尼叫做三宝修行的功夫，安尼简单无？足简单的。嘿，啊，所以你伫遐困，你嘛咧修行，也无人知影你修行啊。你伫遐坐，你咧修行，也无人知影你咧修行啊，吼，敢是？哎，啊，所以咱若来听道理，坐落，切不放平伤，吼，耳孔注意听讲注意讲，啊，念头咧修理玄关，啊，你嘛是咧修行咧，各位先生，是实的咧，吼，啊，所以你有法度修偌久，你就尽量修，哎，啊，你落咱若伫厝内家己咧做啦吼，毋通伤久就20分就好啦。哎，啊，互我讲的修行，讲你全部的念头拢集中伫遐哦。嘿，毋是你坐伫遐嘛咧想厝的饭还袂煮的，衫还袂洗的，啥物人还袂转的，安尼就毋是咧修行啊，就对啦。哦，修行就是你当下拢无念头，你的念头拢收伫迄个玄关安尼咧修行。看你有法度修几分钟就算几分钟，起头有法度修1分钟就算足够的啊。你慢慢一工2分钟、3分钟、4分钟到20分，安尼，吼，安尼这部功夫就学成啊，就对啦，吼。所以会当啥？会当。迄个去掉咱的邪念啦、妄想啦，所以咱较袂叫乌白想。所以目前呢，你敢知影咱的业报安怎来？业报啊，业啊吼。这个业吼安怎来？你敢知？只要咱若起心动念，业报就到。你感觉就是足严重的？毋是我今仔去做一件歹代志，我较有业报；我今仔去杀人较有业报；我今仔去做啥物歹代志较有业报，不是这样子哦。你也真正一个修行者，就是爱啥？爱顾你这个念头，袂使起心动念。你若起一个念头出来，业落来，业就是一个业啊啦。起2个念头，2个业啊啦。啊，你讲啊，咱毋是逐工都有念头，啊，所以你个邪念跟妄想嘛。所以咱就要去除了咱的邪念，甲咱的妄想，吼。咱若无邪念无妄想，咱就无业。嘿，咱真正修的人就是安尼咧。啊，修到尾啊咧，各位先生，我来讲一个闭关啊，叫做无念。所以咱若要研究要做观经的人，你就知到后壁伊一句字句名言，叫做无念为宗。咱爱修到无念头啦。无念头迄阵啊，就是你的啥佛性当下点现啊。
咱想到无念头，那时候那一刻，迄就是你的佛性，迄个显出来啊，迄毋是你的意识的这数啊，这是你的佛性的当家的啦吼。好，所以这东宝师讲到，离现观发出来念头，拢就是正念，拢是自其心、体下心、地为心，吼，清白心念了啦，清体心念在现观。所以用现观去听、去看、去应对一切事物，安尼咧会当有事依时应心，吼、所以讲道理啊，安排迄落啥，迄落有用的时阵，爱定定静心，莫所玄观，不浮不躁，气贯丹田，哎，所以就是互我来讲安尼尔，你就知道了，啥物代志拢莫去遐想，所有的精神拢集中伫迄个点，安尼就对啊，安尼叫修行。所以叫莫所闲观，毋通讲话，所以不走，你茫坐伫遐吼，喘袂平，就要做的时阵茫食饱饱去做，无安尼，就是差不多，就像咱食饱，食饱了，你过头过1点钟，迄阵腹肚较袂晓叫着啊，你就会当去遐做啊，因为啦你心浮气躁的时阵，你静袂落来啦，静袂落来，你迄个种迄落哪？你念头收袂着遐啦，是讲爱困啊啦你拄久啊啦爱困就去困，你就莫做，精神好的时阵你才做，然后气贯丹田，气灌入丹田，搁一个咱丹田是叫咱知无？多在的三寸叫做丹田三寸差不多1块啦，4支指头啊，一个多在落来，所以伫遮咱的丹田伫遮下丹田，所以遮就下丹田，明珠既然就上丹田。遮就是中丹田，所以上中下丹田爱贯通的对。好，所以咧，迄个翻译注来讲，觉人静静观内外无一物啦，舌什么？舌摇水上升力定验真下气息绵绵存一气降丹田如此来回转道道见平坦灵气亦清纯欲练可消失天人道合一顿悟入太虚。所以各位先生，仙佛来拢开这个魂呢。你敢知影这个魂是要教咱用啥？互我头起来讲，迄部叫做真人静坐，对不对？就是迄款拢修理你若练教有一个兴趣，互我过来讲第2部，叫做玄观呼吸法。伊这首诗就是咧讲玄观呼吸法啦。啥物玄观呼吸法？你着学甲静下落来念头收下叫做啥？就咱的内旋收会调开始去做玄观呼吸法。啥叫玄观呼吸法？咱是拢会喘气，你坐伫遐嘛会喘气咱喘气是伫鼻孔输入去，你莫伫本来是伫鼻孔出面入来对啦，直接喷出对啦。毋过你遐想，是互讲我输入的气伫玄观入来，敢知影？玄观的气入来，你就伫想1秒、2秒、3秒，你就感觉你的气入来，腹肚一个大，玄观大啦。吸气的时候，腹肚是大海，肚力差不多85、100的时阵吐气你腹肚就哪了，安尼，行了，你就啥？就遐算1秒、2秒、3秒、4秒，气都伫玄观搁吐出，安尼，叫玄观呼吸法。这毋是我讲的这是法律师讲的迄个借个网络教做玄观呼吸法。做玄观呼吸法有啥物好处？就是会将咱体内毒气排出去啦。迄个高比利点来师伊就讲一个实例就对啦。讲迄个有一个节点江苏啦，毋系去倒一个国家我毋记去讲准广阔的国家就对啦。去遐办道啦。煞参与遐的人，庄头的人毋係啥物代志算有够假就对啦。遐个人会学毒，叫做下蛊啦。各位先生，咱捌听过蛊啦？咱遮拢讲画符叫做下蛊啦。蛊就是一种毒啦，一种虫安尼啦。江苏叫下蛊了，规身躯拢毋对啦，嘛艰苦加安尼就对啦。去互医生看无病啦，伊点断就讲你安尼袂使，你爱赶紧去台湾。你来台湾赶紧找医生，中医也找啦，西医嘛找啦，无效的，要安怎？
哦，啊有一届机缘哦，伊听好名伊连环师讲这个三宝修啊，也是饲个啥，个呼吸法。哦，伊转去就开始做啊啦，做认真做啦。讲做3工尔哦，伊讲去一只油来，吼，啊像我讲安尼个啦，吼，啊搁一只伊全管吐出去啦。讲到第3工，伊做到第3工的时阵哦，伊有发一只虫一只虫吼，伊血管拢伫飞出来，伫飞出来，伫飞出来。啊，你有看有恐怖？哎，所以去浊存清啊，咱练迄落这观呼吸法吼，伊就当伫咱体内的热气吼，拢啊排互出去，吼啊，这落好的气就存落来，吼啊，从此迄落啥，迄个感受吼，啊呐，看到迄虫伫厝里就出去吼，伊人拢直直轻松来，哎，啊，讲做差不多1礼拜尔，迄个感受就完全拢好啦，吼啊，所以会记啦吼，各位前点，这叫做三宝心法，就是要让咱学会倒去厝里。去做就对啦，吼，啊，咱加减嘛做，吼，我搁讲一下啦，你咧吸气的时阵，你用想的，讲气是伫血管入去，安尼，吼，啊，第二个，巴肚伫大，安尼，吼，啊，巴肚若要7分饱的时阵哦，你莫到10分饱，你10分饱哦，你要吐气搁吸气的时阵，你会喘啦，就是你禁气啦，袂使禁气啦，吼，就像咱普通的呼吸共款。气伫血管流来，啊慢慢散，1秒、2秒、3秒、4秒，啊巴肚伫大，吼，啊个人的时间无共款，互我捌练到1分钟啊，吸气，啊搁吐出来，拄啊1分钟。你气咧愈长吼，你生命就愈长啦。你气啊愈短吼，生命愈短啦。有无？咱无一句话叫英雄气短无？所以咱就是爱练气，尤其工资搁较爱练气。吼，咱捌看过工资徛台仔顶半点钟尔，哪有咧无声？你敢知影？迄就是气无够啦。嘿，啊，我想要安讲啦，要做工资吼，爱安那袂使食冰啦。吼，练即个习惯呼吸法过前练，你袂使食冰哦，食冰随破风哦。因为你练一个久吼，你当地才会烧，会烧了吼，伊的气会走伫后壁来，走伫咱的迄个胃底部遮来，啊，伫尿部遮痛啊。啊，趁来伊气走来遮来，真诶呢，吼，走来到遮来恭喜啊，代表你诶气会开啊。啊，气到遮吼会一日，咱你着用你诶意念，伫你诶头洗12年，正念洗12年，倒念搁来洗12年，啊知吼？洗12年了，搁放无落来，伊遮就来，安尼。即首诗就是咧讲即无功夫啦，啊知影无？安尼叫运烧九天啦，即就较早讲诶烧9天啦。啊，真正我都练到安尼哦，互我毋是咧打模拟哦，嘿，互我以前较早咧坐一年，因为阮读个经哦，一年坐参阮去读哦，阮老师拢有教，嘿，啊，阮前20工就在咧练啊，吼，啊，互我做认真咧练咧，迄练工哦，真正到遮呢，嘿，啊，会晓伊洗咧，拢有甲摆去安尼洗咧，啊，伊毋对我洗吼，你的顶会开啦，啊，即嘛互我迄阵哦，欠无啊，要落来吼，伊毋落来啦，你知无？会起啊，就袂落来啦。后啊，愈毋落来，我就愈赶紧要落来啦。啊，愈紧愈差无对啦。啊，有一摆吼，我参阮老师去迄个山东省吼，就是叫一个白云观。白云观就是道家专门咧修持的迄个庙寺就对啦，阮去参观啦。啊，阮参观的时阵哦，迄都像咱这庙安尼吼，啊，拢有迄对联嘛。啊，阮逐个拢读个经哦，即个对联哦，迄个易经诶，啥物卦，拢讲话啊吼，在讨论啦。啊，做啊，因一个白云观，一个迄个穿道袍的哦，啊，就像迄道家诶修道士安尼就挂来啊。啊，讲哦，我做伙诶，我你是一倒来啊，现在恁拢看有啦，因为去遐参观诶人拢看过啦，啊，因为阮即群拢读个经，所以讲看有啦。哦，啊，就大家伫遐参阮讲嘛，遐头5分钟尔，啊，因为我咧赶时间要去坐车吼。啊，我对不起四校，我要走啊，吼，我要走啊。啊，我迄阵差不多10几个位伫遐咧讲迄诗句的咧啦，吼，讲啊，我走啊，10几个拢走。过前日你敢知？迄个修道士吼，叫我叫，你知啦？我你啥等的？叫我就对啦，吼，叫我等的啦。啊，大拢走啊，打我等的咧，我伊毋来叫我要创啊。你敢知？迄高人偌济，你敢知？所以咱一定要谦虚啦。去到迄个所在，你敢知？伊当看着我的面吼，你敢知伊讲啥？你的气会到遮，安尼就对了。我气会到倒，伊看会出来呢。过前日你敢知我气会到倒？
看袂出来，伊看会出来还厉害无？哦，真正。哦，我总话讲，你知影我去练到遐，不过我要放落放袂落来，所以说慈悲的，你要支持一下。哎，伊讲好，我送你2字尔，放下，安尼简单无？啊，我讲放下真简单。哎，我做迄届转来了吼，我就感谢伊就走啊，无民宿来点了，咱就知影无，转来了，你敢知影？我咧坐的时阵吼，安那。本来拢足急的，直接你落来买落拢唔落来无，啊你叫我放下，啊好啊放下凊彩啊，买落来好唔落来，实在你遐啦，哎，吼，啊迄个和尚规个拢放轻松好，规身躯软得，啊有够轻松诶，各位姐姐，互我迄个放下，我完全放下了吼，产生一件不可思议代志。迄气吼到遮本来冻一只，会拢滴落来，滴落来，足足嘞，落来哦。爱气安怎落来？迄气足重的哦，差不多一片安尼，迄感觉整片的气，都降哦，安尼，足慢，哎，啊，都规个拢是降的，好，迄偌舒服，你敢知影？哎，各位亲爱，咱来练到以后，你感觉哦，迄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啦。无怪人较早修行吼，哦，修到会修到会欢喜，哎，修到讲哦啊，一发奋了，为什么？人真正就练到迄个功夫就对啦，哎。啊，所以上主以后迄阵吼，叫做烧上天，咱过前你敢知咱之前啊要拿上经，咱这叫做任脉啦，后边叫督脉啦，只拿上经，任愈念，我较接起落来啦，啊知无？嘿，所以咱若要做相关呼吸法吼，共款哦，你吸气的时阵，你爱提肛咱知无？吼，就是靠这个啥爱捏的就对啦，咱这肛门爱捏的啦，爱叫提肛啦。吐气的时阵哦，爱松肛啦，啊为什么？因为气到咱的肛门断掉嘛，咱的任脉甲督脉哦，顶面是指甲吼，咱吐个条接落来，咱的下半身甲是肛门破掉的，所以你爱提肛，伊就气接落来，伊后壁就洗起来，伊会洗安尼就对啦。哎，各位前日你敢知互我囡仔讲这种正步啦？啊，看你要练唔练，实在啦就对啦，因为互我会晓讲的尽量讲安尼啊就对啦，啊真正有法度厉害啦，哎，啊你甲厉害有啥好处？我就跟你讲，你讲可讲袂忝，哎，是实的哦。互我摆去大陆吼，讲易经，一届讲，一工讲8点钟，即吼啊一中就讲啊，就是无工，逐工拢讲8点钟，逐工拢讲8点钟，各位袂忝的真正。都讲愈来愈讲政治，愈讲声音愈大班呢。啊，为什么？就是爱练这个功夫啊！啊，无你也看一个讲出去讲5工，你才讲看卖？哎，无法度啦，站袂牢啦，哎，啊，所以各位前姐，咱就是爱加减地瓜这啦，啊，咱莫讲讲书啊啥，上无吧个学一个真人静坐，啊，你若要搁较提升的，就玄关式呼吸法，你啊练好看。连看你个鼻那运小秋天去运大秋天，运大秋天搁较简单啦。你小秋天会通啊，大秋天就无问题啊。你个念头气摆互一只出来，莫互伫下底较细个。你个气吼带到你个骹，咱骹底有一个叫做啥？有一个穴道啦，你个念头带到你穴道，啊，搁射伫遮来，啊，搁啥？搁通落到骹，啊，搁射伫顶面开，安尼叫运大秋天。哎，所以各位先生，咱今仔听的课可能较涩啦，因为无人去讲这啦，哎，道中嘛无人去教这啦，因为都无法度，我就分着三宝习惯，三宝习惯就是爱讲这啦，对啦，哎，大家做堂课啦，好，所以这就是第一宝，第二宝就是通天咒无字真经，哎，这咱拢知影，所以无字真经，各位先生，易经从这已经讲到足清楚的就对啦，讲啥？无极为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所以八卦了啦，64卦的314爻嘛，所以你讲这五字真经啊，叫做无太，哎，大家拢滚嘛，敢是安尼？咱这种拜秘的祖师嘛，所以。哎，这个就是啥？这个就是无嘛，这个就是太嘛，无极啊太极嘛，咱拜个祖师嘛，五字是就拢走出来，对不对？谢谢哈。无字就是安尼，太字就是安尼，
所以迄个啥吴太安尼面作书，所以迄工啊，互我去讲三宝啦，有一个伊讲伊拢毋捌字来记哩足歹个啦，迄个无字经要记会开啦，今仔互我想一招，我讲你着想着讲一个人要娶某啦，姻缘上本的啦，上本的啦，安尼啦，爱定定去拜庙做事啦，有一个安尼是做好势，无太太这个无太太啦，伊敢若上本的啦，爱用拜庙做事啦，安尼无字就走出来啦，敢是安尼？讲安尼我会记，我会记啦，所以这个在咧讲课拢爱想办法咧，真正咧，好，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啦，这咱较早拢捌研究过好。所以咱迄个啥，有真经典啊练，这个咱会当练叫做正该物极土啦。啥叫正该物极土？就是咱咧行的时阵这古名一定是教的熟悉的就是咱咧行的时阵，咱一下咧行，慢慢行，对不对？你的念头就念无是真经。有真无请袂当念啦互我念真2、3、4、5啦安尼。咱来念第二步的生活就是真。2、3、4、5，一、2、3、4、5，毋是念1、2、3、4、5，是念咧5字真经就是无太用想的就好啦。你若食饱去散步，你行路你就来想迄5字，打一个就一字，打一个就一字，打一个就一字，打一个，安尼叫正开物极土，明白这是第二步的修持法。所以三步拢有三步的修持法咯。好。第三步就是啥？这第二步啦所以第二步青阳期已经无量寿份嘛，所以搁有前提，你敢知影咱青阳期迄阵是安怎交劫？伊叫单将拜佛，第二代是无量寿份，一日放出来，顺，就救劫救灾啊！是安尼阵咱会交劫，搁有前提，咱才有救强，咱有读过经个知影，这个石膏，这个道叫做九重道啦。所以九强道大将拜佛，所以叫有九劫、九劫。所以咧，迄阵咧，过叫做无量寿份。阳期迄阵咧，就是安尼，叫做合将拜佛，九劫甲九劫合做伙。所以阳期迄阵有18劫。过前日咱真咧，咱真叫合同拜佛，安尼。9乘以9啦。咱这边嘛有迄个九强，架手、倒手拢有九强，所以9乘以9，所以9、9、81，所以咱白阳期有81劫，所以81劫加18劫加9劫是足够108劫，就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咱若唔相信，你看咱佛祖有大，咱迄佛祖都大官，你主要算拄啊108粒，顶面有3粒特别大粒的。108粒以外，搁一粒100迄个3粒大粒的。第一粒代表了啥？年定高温将天阳期。第二粒代表释迦牟尼佛将啥？阳期。第三粒代表咱弥勒祖师将白阳期。安尼看含了佛祖有含义就对啦。所以阳期迄阵叫南无阿弥陀佛，这咱拢知影。咱这白阳期的就是这5字，无太啥安尼。咱即袂当讲，互我用真2、3、4、5做代表啦就是你咧行路会记一步就一字，一步就一字，一步就一字，用想的，用想的就好。练一久练这你用你敢若实实，无爱互你乌白想啦。咱若报乌白想你就无烦恼啦。反正烦恼天袂光，烦恼无能，烦恼小姑要嫁无嫁妆，烦恼遐济无路用的。咱若会晓甲修持三宝过前天，你都无烦恼。无烦无恼，一仙人也不得。所以这就加减练啦第三宝合同叫做通天引珠海观。所以呢，各位先生，铸就银茂行之5微心又是海，所以12万岁，对不对？所以呢，安尼叫129600担。所以一元有12花，一花有30温，一温有12世，一世有30担，一年12个月，一个月30日，这叫王花运势。所以台前安尼一年各位先生，安尼一年，安尼凊彩叫一花，10800担，
所以12万，你了1万块要把咱涨乘以12嘞，拄啊12万到700单。所以咱地球的算算命啊，新月拄啊12万到900单，所以咱就这600个。啊，咱伫厝的开天厝的变成因为人感谢，咱今一定来到遮，咱今拄行到遮，所以叫做五味交替，了解吼？这一定五味交替啊，啊，所以1、2、3、4、5、6、7个是咱个普渡，所以咱是农历7月都是在普渡。所以上天进用这5时嘛是咧普渡啦，了解吼？所以咱今日普渡期啊，啊2月咧，2月就是8月，过前日咱8月咧用啥？8月叫做中秋夜嘛，叫做团圆嘛，对不对？所以你7月有参人咧普渡，有参人咧修道办道、修道了道，你8月有才会当等去参老母团圆，等去参咱上天的阿母来团圆，敢知？啊，咱即代拢无参与咧，对不起，你无资格人转去呢，真诶呢，啊，互我先来讲啦吼，咱修道毋是前日才会成道，还是点乱数，还是领日来做到，不是这样子哦，咱了解吼。人人该有诶成，人人该去想要，逐个拢会当。尤其人在要成道诶机会，比点乱数比前日诶机会搁较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咱人在啥物工课拢做。行功了完，操便所有无方面，咱最少要跟他打个做。我们行功了完的机会更多。点读书有这点多尔，是安尼，所以一届啦互我伫新源山，互我咱尤其买迄个大田头一领，伫办公室迄边，互我拄啊伫这边贵宾室这边，拄啊远看去，拄啊前伫迄个办公室遐行出来。前日看到咱遐无做济了，即个落啥鸟仔屎无？前日做厝边看到迄鸟仔屎，哎呀，啥会遮济鸟仔屎啊？这也互人看去毋好，就家己去摕棍斗咧，迄落插手呢，开伊伫遐扫啦。过前日你也看前日伫遐扫者，你安怎？你安怎？前人慈悲，我扫得了，是毋是安尼？所以一年快乐前人啊，你忙扫我扫得，我扫得这个是我看过，我现在得啊，你前人你忙做，前年就家己伫遐讲吼，我要了完一个嘛无机会呢，是安尼，咱呢，过前年咱就伫遐扫，同学在扫。